很高兴能够参加华语的礼拜。每次来大概都是参加台语的礼拜，但是今天我跟你们可以一起敬拜赞美，我感觉我的灵好像苏醒的样子。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教会很难得，是一个有历史荣耀的教会。我们很难得，我们这个教会是早期的宣教师所建立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教会是谁建立的？马街，太小声了哈。马街表示我们很荣耀的，可以在马街所建立的礼拜堂礼拜。请问一下，马街来到台湾的时候几岁？跟我们在座的年龄差不多，27岁。27岁，1年以后，他有6个门徒，然后7个人受洗这样。但是第一次在受洗圣餐完后，他接到一封信，那一封信是加拿大的大使馆送给他的，是从他家里的家书。他回去他的宿舍，他打开看的时候，他就是开始哭。为什么哭？因为一个27岁的孩子来到完全陌生、语言不通的地方，他感觉非常的孤单。然后读到那个书信的时候，他最亲密的姐姐玛利亚过世了。那是他很亲密的姐姐，因为他的爸爸是一个农夫，有时候讲话很大声、很粗暴。难得有一个在家里面可以跟他谈心的姐姐，在遥远的故乡，我的故乡加拿大过世，所以他就一直哭的不停。那一天他受洗的6个他的门徒，他们想，哇，这个年轻人真的很孤单啊，他应该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伴侣，有一个陪伴他的。他们就拼命找到没有跟他适合年龄的。结果马杰博士看到一个小女孩，几岁？12岁。他看到那个小女孩12岁，那是他所喜欢，那是神给我的肋骨这样。一直等到他34岁，阿长啊，他18岁的时候才结婚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教会如果没有年轻人，就没有希望这样。我们知道有一首诗歌我们都很熟，这一首诗歌叫做《云上太阳》，有没有唱过？大部分都唱过。你知道他这一首诗歌在哪里写的？在哪里写的？在我们淡水写的。因为他的作词者就是吴老师吴倩如，他是一个直笛的老师这样。有一天他来我们淡水教学生，结果那个直笛被偷走了，不见了。而那天刚好下着雨，哇，他觉得很冷，所以他马上想到这一首诗歌，叫做《云上的太阳》。这首诗歌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很喜欢唱的。他是矫正署的前署长吴宪章。他还没信主以前，他有一天他必须从台湾到日本去出差。要上飞机的时候，他的女儿交给他一封信，说：“爸爸，这封信你在飞机上的时候，当飞机飞到半空中的时候，请你再把它打开。”结果他打开一看，他的女儿说：“爸爸，如果这台飞机这个时候掉下去，我请问你要去哪里？”我跟妈妈跟姐姐都要去上帝那里，请问你要去哪里？他吓了一跳。到日本的时候，赶快找一间教会去礼拜这样。
在礼拜的时候，他突然有一种很强烈的热在他的身上，好像被电着那样的感觉。原来他还没有到日本之前，他做一个身体检查，他的身体有着肝癌的细胞这样，而他的父母都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因为肝癌而过世，所以当他的女儿跟他说：“爸爸，你要去哪里？”的时候，让他很震惊，这样赶快到教会去。结果那一阵子的经验，他感觉炙热，感觉被电到。后来回到台湾，他再次去做一个身体检查，发觉他的肝癌细胞都不见了，所以他就到桃园的圣教会去那里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在2015年的时候，在台湾有一个震惊全台湾，也几乎震惊全世界的一个新闻。那一天晚上，有6个高雄监所的受刑人，他们带有300个子弹、1把冲锋枪，然后劫持典狱长，劫持那些管理人员，要跟政府有一个谈判。而当时的指挥官就是我们这一位弟兄，他很着急，他想今天晚上一定要死很多人呢，一定会死很多人这样，所以他马上电话打给他所认识的朋友、弟兄姐妹教会，他说：“请你这个时候，你如果在看电视转播，请你跟我一样跪下来祷告。”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结果那一天，很多基督徒跟他跪下来祷告。结局是什么？一个人受伤都没有。那个决议的6个囚犯，最后拿起他们的手枪，自己自杀这样。我们都非常的感动，看到那个刹那的时候，我们感觉这一位神是真的。我这一位弟兄，他后来跟我分享那一天晚上的经历的时候，他说一共有2次，他去感受到他所信的神是真的，保罗所说的话是千真万确的。我们知道福音叫做 Evangelium， 福音什么意思？谁告诉我？福音什么意思？好消息，对不对啊？但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Evangelium 不是一般的福音好消息，好像人说要拍卖，衣服晚上都赶快要跳楼什么？要跳楼拍卖了一个福音，赶快来买我的衣服。我们的福音叫做基督的福音，叫做 Evangelium。Evangelium 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得胜的好消息，不是什么好消息不要钱的，打5折的、打3折那种好消息，不是。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得胜，为我们得胜的好消息，那个字叫做 Evangelium。当时他们出去打仗的时候，第一个回来报信的人，他就说：“报给你们 Evangelium 是什么？我们已经得胜的好消息。”所以耶稣最后离开地面上，他告诉门徒说：“在地面上有很多苦难，你们有平安，为什么？我已经得胜了。”那个基督得胜的消息叫做好消息，叫做 Evangelium。所以保罗在罗马书1章16节，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是上帝的什么大能，要救什么一切相信的人。”这样，上个礼拜我在我们的教会城中长老教会在北门那边讲到完后，有一位姐妹，她从后面举手，
说牧师，我可不可以做一个见证？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她是一个从荷兰回来的一位姐妹，她嫁到荷兰去。去年初的时候，她从荷兰回到台湾，染上不知名的病毒，结果她整个神经系统完全隔离，手脚肌肉什么，反正神经传达的地方都传达不进去，只有他的眼睛还能够什么，还能够眨眼，这样躺在病床上3个月，就是这个样子。很多亲朋好友感觉是要放弃他，但是我们的教会从那一天到今天，我们每个礼拜为他祷告流泪，很多在家里跪在他的床上认识的人为他祷告。结果上个礼拜他从后面走到前面，他说：牧师，我可以不可以做个见证？我请你们这个时候把手举起来。我们教会的人都举起来。这个姐妹当她的手慢慢举起来的时候，她说：举起来过去很简单，我过去的6个月为了要把我的手举起来，慢慢的举起来，举了6个月，我今天才能够这个样子。所以她就在那里挥手，跟我们一样在赞美。完后我们的个聚会，这个姐妹她就到琴的旁边开始弹琴，开始唱歌。因为她是师范夜系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刻我们相信保罗所说的这一句话，福音是什么？上帝的大能要救什么样？一切相信他的。我们都看过这一幅画，谁画的？创世纪，亚当的创世纪，1511年时候画的一幅画。米开朗基罗写的创世纪，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边有一个上帝怎么样，拼命的伸出他的手，要跟谁接触？跟亚当，他所创造的亚当。我们可以看到他跟那些天使那种很拼命要去接近那种画面。我们看亚当的情况怎么样？跟我们一样，哇，躺在那里，一点力气都没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是那么近，很多图画家就是画他们2只手这样，好像快要接触了，但是接不上来。米开朗基罗在他的一生里面，他出生的时候很快妈妈就过世了，爸爸就把他送给一个打石的、敲石头的一个师傅石匠，在那里把他抚养长大。所以在他的一生里面，他很难去感受到什么是天父的爱。后来他曾经雕了3个画像，雕不出来父亲的爱像什么，就像在这里所说的。所以在1509年，当他做这一画之前，他写信给他的爸爸说：爸爸，我感觉我的生命是什么？虚度，恳求上帝来帮助我。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疼爱拯救，那是他的主权；上帝的怜悯也是他的主权。保罗在罗马书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医治谁就医治谁，那是上帝的主权。但是当上帝像这一话告诉我们，他不断的要接触我们的时候，多少人他觉得跟我无关，懒洋洋，不愿意去接近他，不愿意去接近他。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话，我们今年我们的教会做了一个创举，10多年来，我们前面这个房子什么时候拆掉了？大概有10年了，对不对？
在10年当中，我们很少用这个走道。去年的圣诞节，我们第一次在那个广场办什么？办福音的圣诞节，记不记得？很多媒体就说：“哇，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见证。”这个门终于什么打开了？我想很多淡水的教会很少像我们有这样的资源。我们可以看到淡江教会人很多，但是没有他们的位置，更没有这个广场。当我们这个广场打开的时候，很多旅客就站在那里听这个有历史的教堂教会能够带给我们什么东西。我们感谢神，我们淡水一个最早期的左边这一位牧师，有没有人认识？有没有人？骆先春牧师，他是我们淡水出生的孩子，淡水中学的老师，他的家族有些还在我们的当中。他被称为世纪福音的宣教士。1947年的时候，当他离开三峡长老教会，他被孙雅各牧师派到东部阿美族，还有布农族，跟一位胡文池牧师在那里工作，工作了20年，有20万的原住民群体归主，建立了167间教会。所以，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说啊，长老会没有什么宣道的热忱，错了，是我们这一代，不是我们的前一代，不是我们的更早的我们的前辈。马偕在台湾建立多少教会？60间教会，对不对？29年。骆先春牧师，他们20年在3地建立的167间的教会。我们看中间这一幅画，是我们每一年在元旦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协会叫做西畔协会，元旦都会去到天母的圣安娜，那里有50个重智障的孩子在那里。我们已经去了10几年。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们的协会说：“牧师，你不可以讲一点信息，讲上帝多爱你，像我们的今天穿的 God is 什么 good， 但是我讲不出来。面对着50个小孩子，他们连动都不动，眼睛掉掉，那些唾液都一直留在他的身上，我怎么能够说出上帝爱你呢？像上帝爱我们一样。所以我们就不讲道，不唱歌，我们只是去抱抱他们，跟他的手有一些肢体的互动。完后，我们站在台上，我们在唱歌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就一直在震动。我们知道，我们唱的，我们所说的，他们感受得到。昨天我们再去，我们只唱一首歌，让他们觉得很有感动。那一首诗歌叫做《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我们就一直只唱这2个字，赞美你，哈利路亚。结果这些孩子，他们就在那里不断的震动。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跟他们一起在上帝的面前敬拜。我们不能对话，但是在圣灵里面，就像耶稣说的，什么是真正的敬拜？什么是真正的敬拜？啊？心灵跟什么？诚实。我们是这样翻译的，在原文应该这么翻译：在圣灵里面打开我们原来的自我，原来的本我，然后跟上帝接近。这个意思。我们感觉我们的心灵跟这群
这些只能够这样的吊着他们的托育的孩子，我们可以一起说赞美你，哈利路亚！因为诗篇22篇第3章这样说：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神就设立他的宝座在我们当中，我们感受得到。好，我们看最右边这一图画，那是什么地方？我们前面的阶梯，对不对？一年的元旦，我们办公室有20几个更生人，然后他们就来坐在我们的阶梯那里。前面2个是一对法官，男的跟女，他们是互为男朋友。有一年，我们带他去南庄郊游，全车都是更生人，只有这2位是法官。他跟我们说：“牧师，不要告诉他们我是法官，这样，因为我是判他们进监狱的人。”这样，法官跟这些更人是对立的。但是当郊游结束以后，我们在车上，我请我们这些孩子、这些更生人做见证，他们生命怎么转变。结果讲完的时候，这个法官就站起来说：“我对不起，我就是法官，我是把你们判到监守里面的那个职业的法官。”这样，但是我今天听你们的每一个人的见证，我感觉我过去的审判太过粗糙，这样，我觉得这些犯罪的人都是无药可救的。但是今天我告诉你们，我错了。2个月以后，他到我们的办公室，他说：“牧师，我不可以在你们办公室受洗，因为过去我认为我是高高在上的法官，我是审判人的。但是今天我看到他们的生命转变，我知道那个让他们转变的那一位神一定是真的。我不希望有一天我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成为一个被审判的人。”最后，当他在我们办公室洗礼的时候，他邀请所有在板桥地院他的一些同伴法官都来观礼，这样做一个很好很好的见证。路加福音第2章第10节，我们 Christmas 刚过的时候，天使报那些牧羊人怎么说？不要害怕，我报给你们大好的消息，就是 Evangelium， 是什么？是关乎每一个人的，不是他，不是教会，是关乎每一个人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 Christmas 的时候都会唱一首歌，叫做什么？哈利路亚，对不对？哈利路亚，有没有听过？都听过。谁做的？韩德尔做的，在他的弥赛亚里面。韩德尔在他的弥赛亚第44首，就是唱哈利路亚 chorus。这一首歌或是弥赛亚第一次演唱的时候，在伦敦，他们将所有的收入捐给2个单位，德国的一个幼儿医院，另一个捐给当时做监守工作的机构。我第一次读到这样的一个史料的时候，说很奇怪，韩德尔跟宣教传道有什么关系？后来我去找他的资料，他在1711年，他写了一首诗歌，叫做《拉丘皮恩嘎》，学声乐人都唱过它，叫做《让我哭泣》。这首诗歌里面，他提到，他感觉到身灵，他的心灵是被穷困的，是被绑着在监狱里面那样的感觉。他说：“恳求你来解救我，让我可以得到舒缓。”所以，当他1741年，他的人生到了谷底的时候，他接到他的朋友寄给他一份
经文的东西，希望他能够写作音乐。第一句话就是以赛亚40章的第1节：安慰，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有没有听过弥赛亚？回去好好听，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样说的：安慰，安慰，安慰我的百姓。22天，他写完成的时候，他说他看到天开，他的眼泪掉下来，他跪下去。主啊，谢谢你，让我第一次得到心灵的解放。在他的作品后面，他签的这个字叫 SDG， 拉丁文叫做 Soli Deo Glorious， 为荣上帝。以前他创作很多歌剧，但是从那个时候，他不再写歌剧，他只写神剧，为神而写他的音乐。这样到他已经年龄眼睛看不到的时候，他仍然记住指挥自己演奏弥赛亚的这一段。我看到天开。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的生命。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让一个人跟上帝面对面碰在一起的时候，产生火花的时候，我们发觉他的生命不止转变，也成为什么别人的祝福。我们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是记载耶稣在他上十字架前的1个礼拜所发生的。耶稣快接近耶路撒冷，来到伯利恒的时候，圣经说谁请他吃饭？谁？患大麻风的什么？西门请他吃饭。为什么患大麻风的西门会请耶稣吃饭？想想看，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个大麻风的西门就是耶稣把他医好的。当他请耶稣来到他家做客的时候，他把耶稣放在那个角落。在约翰第7章记载这一段其他的史实。他说来到这里的时候，西门连跟他 hug 都没有，抱一下没有。按照他们的习俗，客人来的时候，你要帮他洗脚，你要跟他抱抱，表示那种欢迎。但耶稣来到这里的时候，他只是把他放在角落，以至于这一个妇人，伯大尼的妇人，他可能他的职业不是那么的名誉，这样看到耶稣，他就打破他的拿达香油来搞他。你想，一个被冷落的客人，一个几天以后必须走上各个他的耶稣，他心里面会不会觉得很孤单？会的。他会不会觉得在这里好像被你侮辱的感觉？你没有把我当作客人，你忘了我曾经医治你，你把我放在那个没人注意的角落。结果这个妇人，耶稣怎么说？他说这个妇人今天所做的福音传述到哪里，都要提起什么？这个妇人所做的。我们可以感受到耶稣对这个妇人所做的那种感激，从他的心底里面出来。耶稣在一生里面曾经受过3个人的帮助，一个是这一位妇人，还记不记得谁帮助他背十字架？亚历山大的什么？西门。还有一个他觉得很感激的，让你们猜谁？你大概猜不到，跟他钉十字架的其中一个强盗，有没有？把他们钉在那里，强盗说：“啊，耶稣，你行个神迹，救你自己，好让我什么也可以救我。”其中隔壁那个强盗怎么说？你乱讲，
他跟我们不一样，他是无罪的。有没有讲这一句话？你想，一个被钉在中间的耶稣，他会不会感受到这个强盗是我的什么？我的知己，这样。只有这个强盗真正的认识我。保罗后来在写哥林多后书5章20节的时候，他说耶稣是无罪的，但是耶稣是无罪的这一句话，在跟他同定的强盗早就跟耶稣说过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误人所做的，耶稣最后怎么说？在路加福音第7章48节到50节，耶稣说：妇人啊，你的信救了你，你可以平平安安的什么回去了。什么是福音的大能？就是当我们愿意相信的时候，你可以听到耶稣讲这一句话：你的信救了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罗马书第1章17节，他这样说：他说福音上帝的义显明在这个福音的上面。这个福音什么？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说的，义人要什么？因信得生，对不对？好，我们先来看保罗讲这一句话什么意思。福音上帝的义显明在这个福音上面。什么是上帝的义？很多研究人说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什么？什么是上帝的义？我们常常说这个人很有义气，代表什么意思？他说话什么？算话。上帝的义就是指上帝说过的话一定成全。上帝曾经告诉亚伯兰说：万人要因你而得救，万民要因你而得福。有没有讲过？后来有没有成就？有。在罗马书第4章你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上帝的义就是代表上帝的信实，他说的话算。好，第二个，他这里说出于信，以至于信，什么意思？第一个信是什么？上帝的信实，也是耶稣基督的信服。耶稣基督，他愿意将他的生命给我们，他愿意出生在一个最卑微的马槽，他愿意死在最残酷的十字架，显出什么？耶稣基督的信服。好，信服。第三个，以至于信，这个信是什么？我们的什么？我们完完全全的信靠。福音是什么？上帝的信实，耶稣基督的信服，还有我们的什么？我们完全的信靠。所以他这样说：如经上所说的，义人要因信什么？得生。什么是义人？圣经里面每次提到义人的时候，不是说他没有道德瑕疵。亚伯兰是不是义人？亚伯兰有没有做错？大声一点没有关系。每一个人都会做错。我们可以看到他做错什么事情，跟人家生孩子，有没有下假生孩子？他的太太不高兴，他怎么说？随你怎么处置他。这个有没有像午夜流浪？当圣经里面谈到义人的时候，不是他的道德没有瑕疵，义人的意思表示他跟上帝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那叫做义人，那叫做义人。好，跟上帝关系很密切的人，因为耶稣基督的信服而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生命，这个意思这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哈巴谷他引用2章第4节，哈巴谷这一段就是当他们国家面对着敌方巴比伦的侵略的时候，强权侵略的时候，他们不晓得怎么办。哈巴谷说：“你们这一群跟上帝有关系的人，你们只要完全的信赖上帝，你们不会什么，不会被灭亡。”就是哈巴谷所说的。所以哈巴谷到最后，他说：“即使那些葡萄树、无花果树都没有收成，在我的心里仍然要什么？要感恩我的上帝。”最后，我要用这一首诗歌来结束今天的信息。这首诗歌叫做《Above All》，有没有唱过？有没有听过？很多人唱过，我们中文把它换作“超乎一切”。这首诗歌叫做 Leaning Lee Bond 所写的。我们知道有一个很出名的福音诗歌的 Michael Smith， 有没有听过他的歌？他就是跟 Billy Graham 一起在服侍20年的歌手 Michael Smith， 他把这一首歌唱红了，成为1999年全世界最佳的教会诗歌。好，他这首诗歌，他提到上帝是万有之上，他统管万有，他为王，但是他为了帮助我们，他来到世上，成为什么？成为人。他像玫瑰一样被现在踏在地上。有没有？刚才我们看耶稣有没有被侮辱？有。有没有被钉死？有。像玫瑰一样被踏在地上，被放在石洞里。但是这个都不是他所关注的。他关注什么？最后诗歌的最后一句话，他关注的是什么？关注的是你跟我。这一首诗歌就是他所关注的 above all， above 这些事情，超越这些。他所关注的不是他的受苦，不是他的主权，不是他的怎样一位 Almighty God， 他所关注的是什么？是你跟我这样。所以这首诗歌，当 Michael Smith 每次出去布道的时候，跟 Billy Graham 的时候，就会唱这首诗歌作为他们的结束。今天我们也用这首诗歌来结束我们的信息，请你把它打开。你如果会唱的话，唱英文，你可以一起来唱，当作我们的祷告。朝中全能，朝中王，朝中守着，好为着中华女。朝中智慧，好中了的道路，是你창造天地和万物，朝中国度，朝权威，朝这世界，设置和受想象。朝这世上的财富和装扮，无必须不能为你闪离。世界埋葬在石洞，你生命被拒绝和孤单，像玫瑰早先开在地，
中望，朝中受造和宇宙中万物，朝中智慧和众人的道路，是你创造天地和万物，朝中国度，超乎权威，超乎这世界所知和所想象，超乎这世上的财富和珍宝，无一事无能与你相比。钉十架，埋葬在石洞，舍生命，被拒绝和孤单，像玫瑰早见它在地，胜过死亡。你顾念我，超乎一切。钉十架，埋葬在石洞，舍生命，被拒绝和孤单，像玫瑰早见它在地，胜过死亡。你顾念我，超乎一切，像玫瑰飘现待在地，胜过死亡。你顾念我，超乎一切。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原不知道我们在你的眼中是这么重要，所以有时候我们忘了，你告诉我们，我们像你眼中的同人。主，谢谢你告诉我们，你来到我们的当中，你愿意为我们舍弃一切，为的就是我们的得救。主，谢谢你，你告诉我们，你的福音就是你的大能。你说，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来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服侍的人也要在那里服侍的人，我的父要贵重他。主，谢谢你看重我们，看重我们的生命，看重我们的服侍，看重我们每一次在你面前所献上的。当我们去跟一群边缘人一起敬拜的时候，带他们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主，你真正的是看重我们，在乎我们，顾念我们，甚至愿将你的生命给了我们。主，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